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我係劉浩明阿明姑，歡迎收看福起來。觀眾朋友，你看唔係話有聲音嘅冇？而家嗰度家長為咗培養愛讀書嘅一種習慣吼，如果本聲音呢，開始看紙本嘅書嘅時間，我選擇繪本作為第一嘅選擇。繪本底本呢，都係有圖啦，有文字嘅嗰種本聲音嘅讀嘅書，但是而家有一種繪本係完全有圖冇詩哦。咁你有圖冇詩嘅繪本同有圖有詩嘅繪本，做乜有冇差別咯？你今日有請到來賓，佢專門把嗰種有圖冇詩嘅繪本咧，起卷嚟到現場，我哋馬上歡迎起卷歡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喺度睇屏東美論嘅起卷，而家睇日本嘅進度開明書同畫繪本。起卷嗬，今日唔偷偷有講。唔對進度過來係咪？都特別來了解。咁我請問一下哦，這個以開明書，以前係都係讀我哋講產業觀光咧係咪？唔係的，我弄白是專業嘅人學嘅美術。以前學美術咧，係學用嚟畫圖。嗰時候偷偷有講到，唔知個會畫圖係咪？係。咁畫圖一件事情係唔係萬世路幫我哋提供？其實嗰種人萬世路會好畫圖啦，你講繪畫天才。算起來錄音你們咯？如有興趣啦，晚些時間如果好看故事書，晚些時間因為我睇天球嘅上台如睇泥巴裡面打滾啦，明日如牛怪嘅去釣魚嘅，加如請下來讀書。晚些時間是媽媽會帶對我看嘅故事書，看安尼嘅繪本，加接下來如伊講加我哋來看書來學樣。講一面，如講一面，咁如果讀嘅字個小嘅，講一下都可以嘅。咁接下來如果是看故事書，如果見看伊個圖，咁看個圖如果講，咁係就好看好嘅。如果你畫，如變得啲興趣啦。嗰時嘅時間，晚上嘅時間，你等於你講，一般人嘅聲音嚟看繪本嘅時間，因為記得講故事用嘅進展啦，最慢用嘅東西啊，甚至有啲人講，慢慢聽一遍以後聽音樂，冇得過一陣，如果讀本睇人講，我要看下繪本咯。但是你嗰種多想法，你喺本嘅繪本上面嘅圖畫，係比想到嘅。好，嗰時你發現，有圖畫很用嘛，但是問題係你嗰時間看到嘅嗰種繪本地步，係像我哋其他繪本嘛，還是像我哋以前嗰種漫畫形式嘅繪本咯？對，更加有18冇共用，佢下嘅繪本是圖一種，詩幾多，佢下如果想詩弄按多喏，我無看伊是圖，咁如果像我拿一啲故事書，伊咩寫嗰度故事哈，還會。講一篇英國我按你嘅圖，用你去拍會改好，咁我全部錄起詩，咁如果去甲拿字開始亂畫。可是唔記得如果屯入嘅圖書嘅地部文字地部去加圖，去加圖，即係去加我哋咧插畫都差唔多啦。咁幾時差唔多到死咯？即係咪從幼稚園開班開始，如果到圖書。等於講，這個唔前數個專業嘅嗰種繪畫訓練嘅時，你這個會哪邊咯？你這個個好吧？咁你都幼稚園以後先，然後講，咁你多讀書哦，冇按重畫圖哦。佢後係好啲，啱如見到到嗰啲可以嗰有愛心嘅欣賞啦。如果看到嗰好畫圖，你畫嘅唔會差。如果係去比賽啊，做乜嘅，如大部分遇到嘅如鼓勵係去多畫啦。嗰時佢嘅人可以一件唔好講把讀書做成唯一嘅最重要嘅事情，因為講有畫圖嘅一種能力，你盡量去培養安尼嘅能力。咁幾時陣所講要去從去比賽咗冇？咁比賽嗰度畫個圖啦，冇得講唔會畫圖本人爸爸媽媽冇，幾時陣？幾下未像乜嘅母親節啊、父親節啊，還有過年過節，如果想到來畫一些種嘅圖。有啲時間是黑圖，有啲時間係做立體嘅卡片。咁後尾有啲時間會翻書啊，咁有啲時間看到人家做嘅立體嘅卡片，做過厲害、過鬧，那打開落有啲東西會跳出來用咧。如果想講人用嚟做喏按奇妙喏，如果開始去研究，去好看喏，多看喏。可是他們都幼稚園嘛，還有國小嘅時間，國小嘅時間，如果開始按嚟有興趣。
其实你等于说俺那个时间生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最，你讲讲最闹一搭最羡慕的一种，因为你看俺的挖个土都挖人熬时间，俺的办好旅游的人，叫做体育吧，俺的体育吧，我感觉到，奇怪，昨晚俺挖个太空战舰，挖个太空战舰已经无穷样了，原来已经挖3D 透视了，俺的那把那把那种二维平面的这种东西，然后已经会做。叫做嘛立体卡片，你唔知领嘢啦。比如你同學都講咗，奇怪，數腦安厲害。即係按嚟講起來，我有一啲表哥，伊嘛過好畫，最早伊是搞俺用嚟看漫畫。我講到搞伊看漫畫咯，漫畫你亂嚟看下，看漫畫有乜嘅技術啊？最深嘅時間，你看故事書嘛。如果有彩色诶，刚替白拿到漫画的时间，如果我囤那边可以是看嘛，用来看，一个那种顺序啦哈，对那边可以是看，囤伊个漫画迄边真正气氛啦，气氛的如果经看下落去，你看个本啥的教科书，看的量也如冇所以。种人按好白图吧，后来喏，你喺有很多人这个也按嚟兴趣去读书嘛。國中嘅時間有去考美術班，加落下人都講阿苗係安人，你考上嘅冇去到，嗰度先生都講弄安弄係，加我都國中係女僕國中，加高中嘅時間都去考前鎮高中美術班，係入來高雄，等人係高雄係安尼。嗰時幾時你都考上安尼咧前鎮高中係咪？但難道你等於講，你田頓正常的這種讀書，你考太好嘅。其實批白了有前鎮高中，可是你全部的同學都係過把圖嘅嘢。以後嘅都講到，以前啊如果把隨便把錄第一名嘅，我也變弄，如比我厲害嘅人如果多嘅，佢後嘅真係個認真，真係去畫圖學畫圖。加後來因為讀到嗰度真係嗰啲可以欣賞，如果是香港剛來太好，我做乜嘅喏？因為有點仰慕嗰度嗰啲可以欣賞，可是講剛來嘛去好教書好嘅，都考嘅屏東教育大學安尼。唔錯咧，我意思講唔過考畫圖，但是又要學教書。也很用嘅邏輯咯，因為講，咁同我講畫圖，我都對我講，我太好嘅時候，我專心去發展我嘅書法嘅能力啦，我要就去教書咯。還是講因為講唔過考去教人畫圖一件事情。應該講我過考同人家交流，教人家畫圖用嚟講咯，嘛係我嘅興趣啦。最頭前是，真係我也一路求學過程地方，真係遇到嗰度該照顧我嘅先生，加一等即係搞完我嗰度東西。咁我如果如果有機會嘅話，我咩想做安尼可以回饋大眾嘅一啲先生。都挺用嘅啦，挺用嘅啦。咁接下來嘛想講，喺我見畫圖，我畫到去到惡死冇，呢種圖畫嘅。幾百種擺喺路球慢都畫出去，都是嘛個重要，做嘛嘅咯。理想同現實相啊，如講剛來去教育體系嘅，嘛喺美術科系嘛，加多學一啲東西試看咯，亂嘅。可是嗰時間唔知幹嘛有為修學程啦，係咪？如果還擺可以考嘅真實的欣賞，好，至少一方面可以。都市可以顧得到，一方面這個興趣嘛可以顧得到嘅。咁喺倫畢業時有做欣賞冇咯？我有去考嘅教師證，係最基本的嘛。咁搞嘅，因為太好畢業路去實習嘛，這些一年，咁自家又帶嘅學校嘅社團，同美術老師，咁自家又有可以寫班嘅。像補習班嚟教生人嘅畫圖。我嗰陣睇喺學嘅時候都開始嚟教生人畫圖咯。最先是睇我高中嘅時間有去人家嘅畫室安尼學畫圖，加太學嘅時間都開始去嗰邊當助教啦。加當助教太上太細嘅時間屏東鴉片，都好有嘅欣賞。
以各位模函，如果刚来天数爱搞，就把整个班级交给我。接下来开始如办方他用的等于是的一个欣赏，如爱提搞安尼。咁咱哋开始有教学以后啊，你即刻想到讲，你即刻教学嘅心情同几时节睇学法嘅心情，我因为以前有许多安多好嘅欣赏嘅教育嘅嗰種經驗，唔因為講唔教人畫圖，我又冇聽好方法，冇講佢有耐心啊。佢有耐心啊，應該算佢有耐心啦。咁即係講啦，以前好多嘅同埋後來睇屏東教育大學好多嘅東西，有啲理論同真正出去好多嘅欣賞教育方式，都冇馬上用，因為按你講好嘅，每啲我嘅學生啦，從上世開始到60歲路有啦，咁每一個時段，真係我學嘅東西應該會冇強用難錯嘅。如像講上世、4歲、5歲，如國小3、4年級之前嘅話，先用係教育用嚟對美術安啲東西感興趣，興趣以下嘅事情可以重要。係唔如按細時如講安啲畫難錯。佢按嚟畫唔錯，如果按嚟跟批評嘢法，其實冇晒嗰度想法創作力啦。如果說是如果培養伊好一件事情，好培養伊嘅興趣啦，唔係講某個東西係錯嘅，某個東西係唔錯，最主要要先好畫圖一件事情。好畫圖案嚟最，你不會排斥它啦。不管是畫圖啊、設計啊，同美術有關嘅東西，如像故事書用嘅，我開始去翻如何伊嘅興趣。咁每個人喜歡嘅東西可能冇馬上用，有啲人如會畫嘅過衝啊，有啲人如會畫隨便亂畫嘅，如上會畫安尼嘅動作嘅。咁我想問你講，有過喜歡嘅作家，過喜歡嘅畫作冇？迄有同講嘅反而咧，朝這個方向去搞，因為像我哋安尼人啊，畫嘅技法對我哋嚟講有幾簡單。真正困難的係用嚟去想，用嚟去編譯的故事。嗰時對於某一個年齡層的人來講嘅話，其實係讓我開始去學畫圖，冇得講做畫圖嘅原因係乜嘅係最重要嘅啦。如果一開始嘅念頭，你這個想法係最重要嘅。剛剛人嘅期間其實已經開始喺教人畫圖嘅，但是當我做日本以後，又開始開面向咯。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所以台節目我哋來賓期間，伊係一個好畫圖嘅人強人，後來移到日本去開民宿。我想問一下，因為有安排嘅轉變咯，對啲畫圖，嘛希望講可以教人畫圖，後來就去日本開民宿，一中間都係發生乜事情咯？其實講實在嘅啦，佢下邊太學院，一定講太學院，因為研究所，喺日本研究所畢業嘅時間，如果是想講係經驗如何嘢。如好嘅嗰度有關繪本製作嘅事情，剛才如果想講可以有嘅機會，嗰種喺日本出一本自家嘅繪本，並有出版經驗法歸到台灣，可以出版新嘅書嘛，嗰啲封片。咁按你嘅出發點，如拄好有啲同學，意思中國人千方百計想要留喺日本，如有愛講，剛才等兩個人來合股做一啲公司。做乜嘅如好，如可以留喺日本係伊個目的啦。咁係像剛才人做民宿好，因為做民宿像更加有一啲人係適應好嘅。咁如像體驗可以可以的，咁中間可能打個招呼，嗰段時間如何唔去解啊？唔是見錯嘅體檢。咁一般咧工作可能一夜8點鐘，如果坐喺辦公室，咁那有時間畫自家圖咯。佢下面想法如何，我要請一啲比較自由時間，可以自己控制，我有畫圖嘅時間啦。最後又選擇民宿。但是從頭我聽到人家講要開民宿啊，嗬，因為人家嗰度退休嘅泰國太子啦，嗬，於是我想嚟講，退休嘅時候嚟開民宿。
但是我提讲，最好想清楚哈，因为这个以前很民俗啊，都开民俗啊，係兩件事情。因為開民俗啊，哈，體人家皮骨啊，定夾皮骨啊，洗皮骨啊，洗皮帶那幾多東西，你以前很民俗，我是想唔到喲。開民俗沒想我哋天上看到講啊，米八路安尼鬼強鬆啦，哈，鬼吃人啦，係咩安尼啊？開民俗有案件的冇？真是冇案件的。最前面因為已經決定要開民宿嘅時間，例如去人家嘅民宿店去打工。即只對等老闆講，嘛想做嘢好，將來好，本來打工好無安尼。咁多多去嗰邊有搞完幾多事情，安尼慢慢嚟學起來嘅。最前面因為資金不足嘛，乜個事情都起來啦。咁本身如過後安尼當兵們用嚟嘅，哋買啲 Q 嘅木即個裝潢，都即個佈置，嘅嘛個。非常有趣。可是一開始裝潢費用啦，佢全部都能自己去統數。但真正一開始開民宿嘅時節，譬如講你皮骨佢都要整理啦，你個民宿，常常會講，日本路有一破20，咁你個民宿有安尼嘅服務嗎？我哋是包棟民宿，來嘅時間人客，伊啲屋全部水分，但可以提地杯自家煮啊，又可以洗衫褲嘅洗衣機啊，又腳踏車可以隨便寄出去。但係上來佈置一啲沖落卡用嘅，來一片度假可以過得很舒適，用這個方式。喺去嘅台飯店嘅話，一天會看到好多人嘛，咁可能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但係一通屋全部都係唔自家嘅，安尼講到講好去了可以歸是比較會吃人，其實包棟民宿哈，佢們喺也見人最流行嘅一種方法，因為有時就真係去到一個地方啊，嗰種喺飯店咪太貴，啊你有時喺包棟嘅民宿哈，你這個可以過來住，其實是上幾多。聽你講，其實你這個東西不用我睇嘅哈，路邊種綠卡用嘅啦，然後你對綠卡出去睇日本嘅綠卡啦，路邊是一個咁嘅意思。咁種人民宿可以睇哪呀？喺民宿可以睇京都，喺京都嘅火車站附近，行路10分鐘到15分鐘路多嘅。咁你食過好民宿？文雄路有嘅地下鐵屯嘅巴士，有公車，這是最方便嘅地方。咁民宿開到境界來講嘅話，係咪哪個國家人都有啊？還是講有？大部分係台灣人啊，冇大部分係中國人。世界上每個國家人都來過嘅，但係因為我係台灣人啦，喺網站上面有講我會講中文，所以講貴人客法，好都可以。咁來嘅都台灣同中國大陸同香港，安尼嘅最多。咁歐美國家嘅話，大約係1/3安尼。咁即個意味講，你看到很多人喺啲人客地位啊，譬如講歐洲啦、哈美國啦，嗰邊嘅人客同亞洲嘅人客，喺京都一定老嘅地方冇，你講用的嗰種民宿嘅嗰種習慣有冇同樣？台灣人同中國啊，一定了嘅地方同了嘅方式，如果過腳，伊可能行軍啊，行軍可能，伊如可能遐前遐個。半夜人落一擺，都排幾多行程，亞羅希、給羅希、金閣寺、銀閣寺，3分鐘，因為在問下一個地方。咁啊，我哋去年呢有一組嘅波蘭人，波蘭來嘅，一陣西安人包棟。咁我哋呢，有一啲，我哋有2間民宿啦，嗰睇見嘅人有一啲院子，裏邊還有一啲櫻花，係滿開，一陣。來5日有4日冇出去，如去附近超市買個壁爐啊，買個偏檔，如坐喺條樹下面，安尼食壁爐，那爐冇去用，安尼過個4日。像我哋台灣人，如果也了解了，15分鐘一個景點，金閣寺、銀閣寺、清水寺，咪得落去，個腳
到迄落嘅，佢都係 schedule， 因為我其實按你想了嘛，真係幾奇怪。你講，你看伊人對波蘭去到日本，其實要坐幾久嘅飛機，唔像我哋台灣去到日本3點半鐘就到嘅。其實我哋去日本係個方便嘅，但是我哋去日本你想頭都唔講啊，你其實嗰種行軍啊，某個地方落去過，雖然你京都嘛去2-3擺吼，又去過有啲地方又把在前面的新嘅地方，伊都感覺到講。你一路過充實，但是相反嚟講，可能真係冇親下來，伊看真係日本，尤其係講真係去欣賞伊啲櫻花盛開嘅時節，親下來伊看日本嘅庭院，好睇見日本嘅庭院坐下來，起碼嘅一種感覺。因為有班人去日本嘛，其實買冬天啦，如果講伊啲枯山水最有名嘅伊啲廟，叫我去坐睇嘅。嗰寒意坐喺個3秒，我啲朋友都講，我哋都攰好嘛？講好啊，排隊排嗰叫看那個枯山水，3秒都坐，都根本話唔係感覺到講嘅風景都係很容易呈現。可是譬如講，無窮樣嘅國家人去到日本京都嘅時節，唔會建議哋去無窮樣嘅地方喎。會的，像英客來嘅時，我問過唔定第一度拜來。落去一度拜嘅，咁去過那度地方，咁喜歡那度地方。假設講伊喺來過2-3擺，如果講愛個喜歡金閣寺嘅話，咁如果想講金閣寺如果世界文化遺產，咁伊可能喜歡嗰種看起來個鬧嘅地方，咁愛會建議嗰種地方。咁有啲人如果講愛喜歡可能遺址啊，有乜嘅產茶嘅地方啊，或者叫私房景點，愛如果想咁伊怕唔喜歡按多年嘅地方，按鬧嘢嘅地方。我會推薦更私房嘅景點，因為我睇日本如迄個生涯咧，我如果好了解人，太細嘅地方我去過嘅啦，所以京都安尼佢去迄個地方哦，伊唔管哪一個時期去，像春啊、夏天啊，去嘅時節，看到嘅東西都無相用，所以我推薦嘅地方嘛係無相用。咁兩禮拜係咪同人觀眾朋友大約講一下講，譬如講京都一年四季，春季、夏季、秋季、冬季，唔會建議去哪個地方啊？春天是看櫻花，真是鬼厲害。櫻花一定哪看啊？櫻花京都全部地方都有全部有櫻花，行出去睇馬路上就滿豐滿。咁有京都有一條行到鴨川嘅地方，為啲貫穿京都嘅河川啦。伊個兩片有滿滿的櫻花，咁唔喜歡按多年，因為櫻花過鬧，但係過多年。假如再等一下，5月份有嗰個杜鵑花，6月份又有繡球花，7、8月份又有乜個煙火啊祭典，日本第3台嘅紫園祭都係暑假，咁9月。唔喜歡按多年嘅時間，都去入來9月來，9月人最少。咁10月嚟又開始有祭典嘅，11月如看櫻花看楓葉，咁12月過後又有雪景。每10月來看啲東西都冇相用。我等於講京都已經把伊即個一年四季每10月嘅嗰種講貴獎嘅地方，冇得上來去京都來觀光嘅東西，全部都。等於都排好好，等於一年四季來，某個月份來都有一啲重點可以看到。像我哋最開始做民俗嘅時節，如有講想講家伊可能人來也一拜，咁係有一些誘惑，比如講伊還會上來聽一拜。佢假設講伊春天來好誒，我都見拿比如秋天嘅相片俾看，唔可能人家去過誒，但係伊秋天是上個安尼哦。完全冇相用，去吸引伊，他把有冇相用時間過啦。嗰陣幾時你看面上嗰時，你面上按樣嘢，差不多想講，希望我有回頭客啦吼。那你嘅計策有沒有奏效啊？計策最先啊，我還有發明一種，我會畫一啲明信片，來睇啲銀行啊，會俾一種紀念性嘅明信片，咁而看到。如果嗰條啊，咁係如果我拿我明信片來聽一拜，都打9折。最前面如果講可能我出國冇按封片，咁去一啲國家聽一拜，又
同样一个都市，他无按多人会安尼做，睇下等开民宿开5年，来个400-500人几多呢？每年会来一个多。可是我等于讲，其实伊来到京都的时候，第一点嘛，我想到讲，还是继续迄个体验。一方面方便，一方面其实发现讲，要开民宿的主人有一啲方法可以留到人客100、200、300在了海岸的地方。其实也是无简单的事情啊。因为开民宿囤挖土係兩件事情，看起來係無強嘅，但是伊用嘅方法，俾我哋嘅民宿嘅人客常常會來吃嘢民宿。調試下喎，第一下我哋會同講，伊用乜方法？翻返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來賓奇娟，伊咧同我哋講，伊喺日本京都用嚟開民宿，但是伊開民宿佢特別咯，伊會留下伊啲紀念品俾伊哋來喺民宿嘅人客，希望伊哋看到伊紀念品以後，下一擺來到日本嘅時節，還可以來喺伊民宿。啊，想問一下吼，唔記得同我講，日本人嘅人客嘅紀念品係乜東西啊？一種明信片。一種明信片，明信片佢從買得到啊？因為個明信片是我選團人客聊，我對閒聊的時間，我們看過5日擺來新年，假設講新年後他有最後1年我就聊天，做一點回饋啦。我們講的最喜歡京都的那一個地方，咁如果可以想講伊喜歡那個地方，咁下一擺我建議的是那種，咁因為你有這個檔案，如果是把你最喜歡的地方。就把它畫成一個速寫，簡單的一張明信片，裡面係加把嘅，再送給佢的。可是也等於係一個佢貼配的一個手繪的明信片，然後聽你講也係客製化，因為每個人都冇共用，因為講嘅可能都冇共用。咁你係咪可以俾到我哋觀眾朋友現場把你啲明信片俾我哋觀眾朋友嗎？當然可以啊，咁你馬上想吧，因為你一面把我哋一面冇問題。因為其實你這個如已經開始，你其實講其實當初日本的世界，如希望講喺日本可以開，這個有一個這個的一種飛本，係啊，咁後來有一件事情有做完成嗎？後來我是想講我喺日本出書嘅，但係如你冇得如變咧，喺台灣的出版社先來邀約，講我推我哋一篇出書嘛。如果已經有出版社請來嘅，如果是畫繪本，如果到今家為止，如畫嘅4本咧。嗰個其實等於如果台灣嘅出版商先看到野圖，嗰度對野圖佢有興趣，好，然後都想講來出版野書，基本係乜書？係咩嘅本書啊？如為你畫張畫。為你畫張畫。我當初看一本書嘅時候，我都覺得講，係咪搞寫人嚟去畫圖嘅一本書？但是我看到後來，我發現唔係呢，有一種淡淡的哀傷呢。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小解下講，當初畫一本書嘅想法係乜嘅呀？一本書其實同另外嘅幾本比起來，一本個貼片，因為以前我睇一本讀書嘅幾段時間啊，其實我畫圖對我來講，就從一個日記用嚟啦。韓松是想到乜嘅，看到乜嘅，如果想畫，接下來是畫我同佢下位女朋友嘅圖啦，就從日記用嚟啦。因為傷心啊，如經想到嘅東西，經畫如累積嘅嗰度作品，可能我就想講，按你嘅東西有辦法編了一啲繪本嘛，可能就同啲出版社商討，但如果可以是可以，但係可能我多編一啲故事性，或有一啲流暢感。後來如睇我加嘅7、8種圖，集整成一啲故事用嚟寫一本嘅故事書。但是一故事後來會凄美嗎？因為感覺到看到後來完全唔朋友會強下冇？冇誒，冇，因為感覺到後來看到變成一種如等於如幾時隻分數以後嘅記錄嘛睇下地方。
嗰时就变成一个我哋像人讲日记样嘅诗本系咪？嘿，嗰时也系人当初嘅第一本书。第一本书，咁後來今年我哋一開始嘅時候，都同我哋啲觀眾朋友有講過後來開始畫嗰種模式嘅繪本，因為日本地方咪有詩，嘿，日本有詩。其實中國都開始會畫模式嘅繪本嘛。模式嘅繪本最頭前是我嘅畢業論文，如果無文字嘅繪本製作，咁結合嘅同學校嘅欣賞，如學嘅嗰度東西，其實。繪本最主要的是表達一個故事，假設講你係可以用圖來表示你的故事的話，你冇必要寫很多文字的，因為文字也會限制讀論的想法，你的想法會因為文字而限定住。假設講你係一個聲音的一個看下的繪本，有可能想到講拍啲故事。迄個啟發，迄個東西。現在講，假設俺哋自己設定的一個故事，全部都用圖片完成，咁每個人看到如果有自家嘅小故事，看起來嘅心得啊、感想應該如果冇同樣。咁雖然如果好看俺哋嘅圖，假如不看，可以自己說故事，俺哋喜歡營造出俺哋嘅感覺啦。或者如致力於俺哋嘅創作，出得上4本書。但是你看，像比如我哋上面的書，可是也還是有一啲我哋講看也會圖的一種順序，係咪？譬如講我哋也來講法，一等於係我哋對我哋的作品開始看，然後對看到幾篇就對一啲上面一啲下邊一啲我哋嘅順序，睇人家圖畫地方還是要出現我哋嘅一種像漫畫樣嘅一種閱讀的順序，係咪？當然有啊，一定會有一個順序，但係一個順序就是怎麼講？一個故事的流程同大綱啦，實際上摕啲杯好多物嘅、上多物嘅，如果每等人都會冇同樣。嗰就等於講，一開始我哋上到嘅故事嘅，我哋講走向，嚇冇咗故事嘅一種情節，可能會因為可能人嘅想法，結果而講出來故事同當初講出來故事，都冇完全冇同樣嘅咧。蠻有可能啊。嗰時也咪係你即個意味講，得到安尼結果咪係好嘅。係，蠻係好嘅。最先啊，如講過，想講假設我寫嗰度文字，可能人都唱可能是中文的人可能是嘛。假設講我嘅故事全部都係唱土嘅話，全世界人看到如果有一個感想、一個感觸，咁我同人家交流嘅話，都可以用一本書同實際上每個人交流。安尼講嘛，仲係，還有同時講可能。同樣一啲圖，東方人看到嘅東西同歐洲人、美國人看到嘅東西，可能都冇同樣。可能都冇同樣。嗰時變成講，人家圖地步係唔係要盡量嘅包括到幾多嘅元素嘅地步呀？其實啊，我的繪本啊，裡面設定的故事可能有像最早這一本跟尋寶，它就是講有一啲聲音咧去世界中旅行去旅行。咁伊要尋到世界上最美嘅東西，咁這才講伊嘅中心思想係講家才是最美的地方安尼。咁我嘅故事這才是要寫本睇人看咧，咁圖啊係想要吸引嗰度聲音咧來看，所以我嘅元素啊，如果加為嗰度動物啊去吸引聲音咧，咁又會想講，咁有乜嘅辦法？故事的內容更深層，加又有可以本身人的可能會翻譯安尼，所以啲背嗰度元素就會加進去。咁我生活中讀到嘅有趣嘅東西，嘛會畫喺啲背。咁而家佢都差唔多好啊，嗬。喺度講到廣東話講下。嗰時也會畫地背，除了語以外，佢都看到啲大文字咧，嗬，又係啲見到個有名嘅一種指點，係咪？有咩啊？係畫下面係。八五大樓入邊係高雄，入邊係京都嘅五重塔同大文字山同楓葉安尼，又係我哋嘅主持人。有等於講，書到一種明信片嘅人都講，其實我記得到我哋可能我哋啲京都，好吧，一啲大文字，一啲字典哦，差唔多聽我哋7-8年嘅時間，哦，安尼變咗都係有限嘅法律，還是要鼓勵我哋京都來了安尼。
咁中途都要講，你也要去挖地堡又好，第一我用這個神法地堡從頭會出現嘅東西，比如頭講，我哋看到嘅建築一年四季都冇見到風景，然後同時咪講到講，我挖嗰度通物，我發現個通物地堡，那係會出現嘅頻率嗰度，因為我萬歲啊，你睇天球嘅，按你神法都大係嘅。嗰當然，如果我有過動傾向，嗰種後嘅同來同去，唔會清下來啦。咁好在是發現嗰度我過後挖土，咱可以清下來，咱可以後來咱可以認真讀書安尼，慢慢地過來嘅。但係過後也了解了，也爬白樹嘅啊，白松山啊，點解係咪嘅？咁嗰當然，如果我有一紮後嘅樣嚟，跟你像咱的包括按到土嘅法好，呢個有幾多嘅原稿，跟有想到講把伊拿來展覽。去年呢，喺屏東文化局有展覽過，會全部都係畫圖，嚟繪本嘅原稿，加台北的大林森林公園這邊，大安森林公園的那邊也有展過，啦。其實他個人看到人土法嘅一種反應滿意的，反應咯，係有嗰種影響過程冇？嗰度看到嘅，因為更加看到如係畫展，如係藝術繪本嘅，看到嗰種各有趣，各奇妙。咁5年之前我去日本嘅時間，我畫嘅一堆團綠卡加作為主題嘅作品，咁結合嘅如。佢下是想講我畫圖畫嘅安多年，佢下係我奶奶有過身咧，講我弄畫圖畫嘅研究咯，冇畫到自家人，剛剛有貼拍這樣嘅主題，畫嘅嗰道圖作為一個個展。咁佢下有一啲老阿公，伊拄好伊嘅老婆嘛過身咧，我看到一種我畫我嘅阿公，綠卡，佢嘅發呆，佢嘅上我嘅奶奶嘅情形啦，而看到這種路，佢哋嘅經典模式，嗰度很有這樣嘅經歷嘅話，看到會感動，有啲人嘅感動法。嗰個畫圖已經有必上到這個過程嘅家啦吼。嗰種佢哋幾簡單嘅繪畫，唔單止可以牽起綠卡嘅感情，嘛可以把這個未來行出無窮樣嘅路線。你今日幾感謝啊？你去見到到現場同我哋分享安度建築嘅事情。謝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有閒嘅話來建築嚟哦，可以來睇我哋嘅民宿。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等現場來運動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黃振祥，來自於屏東嘅從志祥七七到醫用神社比，也係鄭先生，也係蔡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做示範呢，係我哋嘅腳掌環單。腳掌環單呢係伸張方法，叫我觀眾朋友我哋嘅腳呢企到以肩頭同發。肩頭分化過後呢，我哋所做嘅地方呢，都講啊，我嘅腳更加我重心喺右邊，喺右腳嘅時間我更加重量喺右腳。注意講啊，我嘅左腳係虛嘅，我嘅左腳虛嘅，我哋嘅腳係拿起嚟，一隻腳係聳嘅。做嘅時間呢，後頭我哋講啊，我要協下跳啦下時間呢，我一樣嚟調去，主要講啊，我哋一隻一先縮起嚟。對我哋嘅思維面，縮起來，也係正面嚟講啊，我哋都是要叫起來嘛，再變下去，都是正向嚟變下去哈。一變下去嘅時間，我一樣嚟去做。有人講，剛才看唔到我哋都市嘅前後腳，我可以講啊，我做一個正面嘅腳本嚟看哈。正面嘅腳，譬如講，我哋注意講，我哋都市要按嚟向起來嘛，再按嚟下去。再嚟變向起來，再嚟做下去，也喺我哋嘅腳，剛才更加我
做安尼，我叫我过脚过年，哎呀，我到稳脚嘅时间我注意哦，我哋唔可以企喺安個，企喺安個我哋一企啦嘅就係冇一個彈性嘅轉，所以講我一隻腳係聳嘅，一隻腳聳嘅時間，我變下嘅時間，我注意講我一都是思維面要翹向起來嘛，要再變下去，也係種吼，也變去再變下去。我哋翹向起來，再變上來，也係單腳。我用單腳左右用嚟轉嘅時間呢，我哋也係做一個，我哋搖嘅動作講我用嚟同我起頭腳向東我搖嘅時間，我更加重要嘅腳起喺左右邊嘅時間，我左邊係起嘅時間，我哋左右嘅時間我哋轉，左右嘅時間轉，左右嘅時間轉呢，嚇。轉嘅時間，唔講假硬要吸氣，我轉嘅時間，我更加自然透氣。透氣係本來嘅量嘅下下，比如先打鬆嚟，打鬆嚟過後呢，但係我一個動作都講定，用嚟去定嘅時間，將我將重新定我嘅左腳，我右腳先變鬆呢，我同樣我左右按嚟定，先定我嘅下下，也就係高貴，也就係比先定鬆嚟。佢啱所做個我動作嚟講。我今仔一扎樹標誒，我重新佇右腳，我一扎樹標誒佇右個搖，右樹個搖吼，我左樹標誒也就係，我等做練習動作時，我今仔一樣吸氣呢，我隻腳係起嘅，起嘅時節，我嘅重量佇右腳，觀眾朋友唔要注意講，我今仔我嘅右腳係右腳要跳起，我右腳我係逆時鐘跳起，逆時鐘跳起，我嚟吸放起來。起向來呢，我跳出來的時間，我係變下去，變下去我嘅都市撞下去。我定的時間，我逆時鐘起向起來，起向來的時間，我變下去。我再唔跳起的時間，我吸氣的時間，同跳出來的時間，注意呢，我注意我吸氣的時間，我吸氣的時間，有個觀眾話吸的時間會變哪呢？好，我等你胸前放向起來。人哋吸，變嚟講我喺胸前放喺度呀，人哋講唔理想，語言講唔理想，我哋吸向嚟，我放向起來，變講我起頭會變嚟安尼呢，喺一般我哋胸前會窄窄，會冇爽快，會本來造成講我哋呢嘅吸氣、吞跳氣會冇順，今仔呢我穩片做到係逆時鐘，今仔我呢我重量嘅時重心佇左腳。我右腳係起嘅，我左手呢變喺佇左邊嘅搖嘅項，我右手變喺我嘅肚臍項，我重量呢佇左腳，我右腳係起嘅，起嘅時節我跳起要跳係順時鐘呢我嚟吸氣，吸到呢，吸到我嘅搖嘅項，再轉我嘅肚臍嘅時節變下去係到我嘅腳帶。所以吸放起來係順時鐘吸放起來，起頭跳出來時間呢係我哋呢，我哋一隻跳啦下變鬆來，更加呢也係做咧，我用呢本我哋練習動作嘅做嘅時間，注意嘅地方我哋吸氣嘅時間，起頭冇吸得到安尼好嘅，如果你起頭一吸，我眼神放放起來嘅，安尼不本我哋呢。七條臀腳啦，講下哋咧胸前會壓紅起來，也係講無按理想吼。我本下哋造成下哋咧胸悶嘅地方，所以我今仔練習動作時間呢，我喺腳起喺右邊，我右手佇腰嘅項，左手佇個肚臍項，我重新佇右腳嘅時間，我逆時鐘跳起。我今仔呢重新呢，我咧左腳，我咧左腳嘅時間呢，我起嘅時間佇左腳，我右腳變鬆，我左手變喺佇左邊嘅搖嘅項，我右手變喺佇我嘅丹田嘅肚臍項，我等重新佇左腳嘅時間，我等喺順時鐘跳起。今仔呢，以上呢係我哋做祈禱嘅動作，我哋大家呢係初禱嘅動作，希望觀眾準備一張凳呢，我哋大家做初禱嘅動作。
我哋呢今仔所示範嘅呢係等你動作，觀眾朋友唔準備嘅等你呢要注意安全性嚇，因為唔會有人呢嘅，我哋坐起呢那唔會有，我哋呢有危險嘅地方，今仔都示範我哋呢左轉反彈坐倒嘅動作。坐倒嘅呢，首先呢，我哋強調嚇，我哋呢腳要強調有順時鐘同逆時鐘。睇下呢，我哋做嘅時間呢，我哋呢等呢強調從1/2，冇1/3。做時間我注意講，我要了都是要嘅，我哋係對我哋要卡啦，我哋要協下，也就係卡啦，也就係腳嘅時，做時我哋要都是要放入來，要縮放入來時間再變下去，先做我哋呢坐骨，我哋呢思維坐喺等呢行嘅時間，要按嚟通嘛，要按嚟眼神要按嚟通嘛，按嚟同喺當我哋呢，同喺當我哋呢思維面一樣，一揸數變喺我哋呢思維面，一揸數變喺我哋都市行嘅，按唔啲前面按嚟縮嘅時間，人思維面要叫到前面去嘛，前面要拗行去啦嘛，都市要縮入去嘛。也係打鬆我哋呢面中骨，幫我哋呢面中骨順起來，我哋呢坐骨神經比如過強鬆啊，因為我哋坐等呢冇，就係我哋面熱都跌等呢行，按嚟做發通，我幫我哋呢兩隻腳，幫我哋呢腰位，腰位嘅啲氣頭呢冇法度下到我哋呢腳行，所以就做我哋一個動作，有時間拗行起來，先氣頭掉出來，我都是狀態嘅變出去，變出去，我都是跳行起來時間，我氣頭跳出來，我呢都是狀態時，我吸氣起行起來，也係做一個，過來我做左右一樣，幫我哋協調講我第一下按嚟點呢是一樣嚟點，都講我一般我一樣我跳啦下我協下一隻。比如過順我哋呢思維坐等呢，係兩個思維頭坐喺啲嘅，唔係我哋呢面中骨都唔錯嘅嚇。喺坐嘅時間，利用我哋按嚟坐嘅時間按嚟轉，我數變嘅嘢，我變嘅嘢時間我去命去感受，我腰骨我協下嘢，跳啦嘢就要轉嘛，要轉，咁我搖頭去咯，我轉左邊嘅時間。我到逆時鐘跳起，我轉右手邊的時間，我到順時鐘跳起，所以第二呢時間按嚟轉都係幫我哋呢壓嘅卡拉下一隻音，我哋按嚟做嘅時間要自己通嘛，也係個重要嘅一點嚇，也係幫我哋呢坐骨比較順嘅，幫我哋呢神經可以過強鬆一些，唔係坐久嘅時會不痛嚇。也係一種訓練我哋呢嘅，也係訓練我哋嘅卡拉嘅仔。過來呢，我按嚟做嘅時間，我按用嚟講，兩隻腳用嚟順，用嚟行。過來，我哋主要呢係做嘅時間，我哋一隻手標喺肚臍上，一隻手標喺右手。而家我係對右腳，我對右腳我係逆時鐘按嚟行哦，逆時鐘按嚟放起來跳起。所以我逆時鐘我對右腳跳起嘅時間，我右手搭喺到我腰嘅項，我左手搭喺到我肚臍項。我對我右腳嘅重心喺右腳嘅片跳起嘅時間，我吸氣，我係逆時鐘吸放起來。以上呢係右腳嘅逆時鐘跳起，過來呢我係左腳嘅順時鐘跳起，同樣左手喺腰嘅項，右手喺肚臍項，我係順時鐘跳起。以上呢都係我哋坐倒嘅動作，觀眾朋友呢，我哋坐倒嘅動作呢係俾觀眾朋友行通冇方便嚟做，利用我哋坐倒嘅嚟吸氣同跳氣，幫我哋呢腰位循環過好一些，觀眾朋友好好嚟做，我哋下一次拿來了。